當然仲有一樣嘢，就每一個人咧都好偏向鼓吹自己嘅旅遊嘅。即係泰國航空公司唔會喺香港叫你，請你呢個旅遊南美洲咁，一定唔會咁講㗎。梗係你去 Bangkok 啦，咁不過今日叫你去 Bangkok，你都未必去啊嚇。但係一定係叫你去佢自己國家度㗎。國泰喺美國唔會叫你去南美洲㗎，梗係叫你嚟香港或者去第度啦咁。咁所以呢一個咧嘅旅遊業嘅推廣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咁但係咧呢個推廣唔係淨係旅遊業嘅，其實佢係將咧你自己國家或者係個城市個品牌咧向外宣揚、向外宣揚㗎。你諗下啦，如果我而家請你講5間菲律賓公司嘅名，隨便講5間菲律賓公司嘅名，你可唔可以即刻講俾我聽？喂，一間都講唔到。Jollibee 醒，我以為你會講第一個生力啤咁啊！唉，真係馬來西亞公司估唔估到？Anchor Beer 啊！嗱，好多人就真係一下好難諗起嘅，即係要叫你講5間，但係肯定第一間咧，你諗得到實過骨嘅咧，馬來西亞航空公司啦、菲律賓航空公司啦，實唔錯噶嘛，係嘛？係啊，好代表咧佢國家個品牌嘅一個延續嚟嘅嚇。咁所以咧，即係呢個係啊，佢自己其實叫 fly the flag 啦，即係嚇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其實亦都係喎，應該係喎。你諗下，即係國泰咧，以國泰為例子咧。全世界咧有10萬個代理商係賣緊國泰嘅機票嘅，旅行社等等嚇。自己嘅辦事處咧，起碼超過100幾個。咁即係話咧，等於香港政府嘅代辦，即係 ETO 啦，代辦經貿代表處啦，加我哋貿易發展局啦，加香港旅遊發展局啦，等等等等呢啲官方機構加包括埋 Invest Hong Kong 啦嚇，加埋晒都係少過國泰出邊嘅營業部門好多㗎。咁所以即係你係一個好具體嘅、好實際嘅推廣自己嘅嗰個品牌、自己國家或者城市嘅品牌，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嚇。即係亦都好打正旗號嘅一個好嘅因素嚟嘅。好啦，但係一個最重要因素係做咩嘅咧？就係將自己嗰個 home base 個基地城市建設成為一個樞紐。咩解咧咁？其實你唔使睇咁遠嘅，唔使睇世界舞台嘅，睇香港就得㗎啦。金鐘係個樞紐嚟㗎嘛，即係 domestic， 我哋即係呢個城市內嘅一個樞紐。所有小巴、巴士、電車、的士、地鐵冚唪唥都係集中喺嗰度。咁所以太古廣場咪咁旺咯。如果你將太古廣場搬咗去蒲台島得唔得咧？咁得，不過冇人去啫嘛。咁所以咧，其實嗰個樞紐地位咧係一個相當重要嘅地位嚟嘅。咁如果你一班航班由澳洲嚟香港，如果能夠可以係駁到世界上好多地方嘅澳洲嗰人坐香個國泰飛機嚟到香港，一落機可以駁去中國內地啦，駁去韓國啊，駁去日本，駁去台北，駁去呢個英國，駁去歐洲，咁佢咪利用咗香港做一個樞紐咯？咁咪利用咗香港做一個非常之好嘅轉接嘅地方咯？咁香港咪賺到外匯咯？咁香港可以請多啲人。可以旅遊又豐盛啲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呢個係一個其實一個最重要嘅功能嚟嘅。同時亦都係香港人嘅。點解咧？例如香港巴厘島，有幾多香港人去巴厘島啊？我唔知你有冇去過巴厘島啊？冇人去過巴厘島咩？死嘅，即係呢個國泰推廣有待改進咁講。不過真係唔係好多香港人去巴厘島嘅，即係如果即係比較嚟講啊，即係個個都去過北海道咁啊，但係去到巴厘島咧就少啲。巴厘島嘅人嚟香港咧更少，咁點解每日有班機去巴厘島咁叻嘅咧？原因咧就係你係攞歐洲客嘅生意啊嘛，你叫啲歐洲客人，喂，你去巴厘島啊，即係嗰啲人好中意陽光嘅海灘，得啦，你就去巴厘島啦，不過就唔好經新加坡去，唔好經 Bangkok 去，唔好經杜拜去，經香港去啦咁樣。咁所以咧，嗰班機如果你去睇睇咧，香港巴厘島咧就好多啲咁嘅歐洲人嘅。但係即係喺度俾歐洲人有班咁嘅方便咧，亦都俾啲香港人咧一個每日都有班機去巴厘島嘅一個機會。同樣咧，香港去斯里蘭卡 Colombo 都有每日都有班機嘅喎。有幾多香港人去過斯里蘭卡？比去巴厘島嘅人數更少，但係都係每日班機喎。點解咧？好多斯里蘭卡人經過香港去美國，咁香港人咪變有班機日日都可以去斯里蘭卡。咁所以成一個樞紐咧。其實一個對本地咧，亦都係一個好有利嘅一個咁嘅中心嘅一個影響嚟嘅。